Hello， 大家係 Kimchi 啊！唔知大家咧有冇關注之前打完嘅澳門世界盃咧？咁之前港邊其實都有關注呢個世界盃，亦都剪咗好多相關嘅短視頻俾大家睇嘅。咁今次咧想拍啲長片咧，同大家回顧一下咧世界盃一啲精彩嘅片段，或者係一啲賽事，同大家討論一下、傾下偈嘅。第一個啦，就係同大家討論賽制呢個問題啦。咁今次咧世界盃嘅賽制咧，小組賽咧係新玩法嘅，咁係會打4局啦，咁所以咧係會有出現4-0、3-1、2-2嘅情況。咁如果打到2-2相同局數嘅情況咧，咁點贏咧就係睇細分啦，細分越多嘅人咧就為之勝出嘅。咁如果係打到淘汰賽咧，就正常玩法咁樣咯。咁唔知大家對呢個賽制有咩新嘅睇法，亦都不妨可以留言話俾你知。因為咧上屆嘅世界盃咧亦都係新賽制，咁所以咧有啲玩法咧導致到好尷尬，就係有啲人會提早放棄，令到人哋覺得好啲失色嘅。咁今次呢個賽制，我覺得就冇咗呢個情況啦。咁嚟到我認為一啲焦點賽啦，咁焦點賽我覺得認為咧最好睇嗰場波咧就係女單黃曼玉對呢個張本美和嘅。咁因為呢場波我覺得兩個都發揮得非常之好，特別呢個張本美和咧成場波你會見到咧搏殺得嚟咧係好少無謂失誤，出到好快，好有侵略性嘅。黃曼玉咧係捱住嚟打嘅，咁但係去到3-1嘅情況下咧，黃曼玉係慢慢咁樣捱住，最後開始令到對手咧太想贏。最後捉到佢少少無謂失誤，而最後咧4-3艱難勝出。你會見到佢最後贏嗰場波咧，跪喺地下嗰一刻咧，你知道呢場波係贏得幾咁辛苦。我自己認為咧，黃曼玉最後嗰個係講緊係心理質素。黃曼玉嘅心理質素絕對，我覺得係當今女子嚟講咧係好好。第二個焦點嘅賽事咧，就不得不提女子單打嘅決賽啦，就係孫穎莎對戰蒯曼啦。咁我覺得咧，蒯曼係第一次進入呢個高水平賽事嘅決賽啦，咁同埋我覺得最特別就係佢哋兩個都係同門師姐妹，咁所以我覺得成場波邱怡可教練咧係最輕鬆嘅。我見佢咧唔一啲都唔緊張，因為咧最後邊個冠軍咧都係佢徒弟。咁但係我覺得值得一提嘅就係蒯曼咧發揮得非常之好，佢係4強咧贏咗黃曼玉嘅。咁所以咧決賽嗰場波你會見到咧孫穎莎係非常之有做足準備咧，係完全冇俾蒯曼任何機會，而最後4-0勝出嘅。所以我覺得呢場波咧，蒯曼其實都對得住自己啦。第二，我覺得孫穎莎咧亦都睇得出係好想要呢場波去證明自己，證明俾大家睇，我係絕對能擔當呢個中國隊嘅大旗嘅。咁亦都恭喜咧孫穎莎咧係衛冕成功嘅。咁講完女子啦，就一定要講下男子啦。咁我覺得要更加講翻港隊啦，唔好成日都忽略港隊。我覺得港隊咧咁多場波咧，最值得一提咧就係黃鎮廷對戰澳洲隊嘅林文靜啦。因為呢場波我覺得絕對顯示到黃鎮廷嘅身價嘅，因為嗰場波咧係由落後追翻，特別佢第4局嘅時候咧，佢係2-7落後緊，一分咬住，最後捉到對手一啲機會咧，最後係丟時勝出嘅。咁你會見得出咧，黃鎮廷係絕對有大賽嘅經驗，亦都希望黃鎮廷咧係會將呢種經驗咧分享俾而家嘅港隊嘅小將陳浩華同埋姚君圖，因為我相信咧陳浩華同姚君圖絕對係2028年咧洛杉磯奧運咧一個港隊好重要嘅主力成員之一，到時可能會由老大新呢個梯隊咧去形成嘅。咁亦都希望咧黃鎮廷嚟緊呢個多啲更加賽事咧都越打越好啦。好啦，咁最後一場同大家回顧嘅賽事，不得不提男子單打決賽啦。呢場波咧，絕對係歷史性寫下一筆嘅一個賽事嚟嘅。點解咁講咧？可能有啲人咧會支持中國隊咧，會覺得好可惜。但係如果以我圈內人咧去睇呢件事，我覺得係一件好嘅事情。真係未試過一個美洲球手嘅人咧，係攞到呢個3大賽事嘅冠軍嘅。我覺得對於即係整體乒壇發展咧，其實大家都可能知道中國隊嘅乒壇發展得好好。咁但係今次咧 Hugo 拎呢個獎咧，我覺得對成個巴西嘅國家咧，係乒乓球推進咧係會越嚟越快，甚至係成個美洲地區嘅乒乓球嘅熱度咧係會更加提升嘅。我覺得呢場波係絕對可以創造乒乓球歷史性嘅一刻。我覺得可能大家未來咧聽巴西咧，唔單止淨係會聽到足球王國，可能慢慢會聽到咧。有機會甚至係乒乓王國會唔會有呢個字喺呢個美洲地區誕生呢？咁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整體發展嚟講，希望嚟緊多啲嘅決賽咧都有啲新面孔，咁亦都希望大家想支持嘅一啲球手咧，亦都攞到佢哋嘅冠軍啦。我覺得大家
大家睇嘅嘢唔同嘅啫。但係我自己咧都係好希望整體冰壇發展係越嚟越好嘅。咁今日咧就講咗咁多，帶大家咧回顧咗世界盃嘅一啲片段啦。咁大家亦都不妨咧可以講下你哋世界盃一啲回憶俾港冰知嘅。咁今日條片就差唔多，希望大家中意。如果中意條片就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最大嘅朋友。下次見，拜拜。